花莲今早起发生规模6.3的地动，全台湾拢会当感受到。气象署也经过校正了后，甲早起的地动列作是4月初3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。就专家分析讲，这花莲大地动了后，板块拢刷位，会有真侪地动尾来发生。今年的地动总数会比英国搁较侪。有专家警告讲，这花莲外海的琉球海沟型地动已经来到100年周期，虽然是无法预测，不过咱会当先做的就是防灾的准备。昨日早起7:35，花莲外海发生规模6.3的地动，接落来，阁连续有真侪件地动尾，民众出来钓顶海甲真厉害，物件嘛拢落去。这个地动全台拢有感觉，中部分林、嘉义、阁有宜花东，上大的进度拢来到4，赛车民众拢明显感觉头壳在跳。因为在吃早餐，所以那时候感觉那个整个地名起来，然后都是左右摇晃，摇的还蛮久的。我觉得没有怕不怕呢，大自然的力量都是要敬畏的。气象署在第一时间替防灾需求快速定位了后，认定这个地动是独立事件。不过，在收集观测资料处理了后，把地动的深度对原本的9.7公里改作19.36公里，为嘛对西平线调整了后，把这个地动放入控诉控山花莲大地动的地动尾数列。目前控诉控山花莲主震包括余震，加起来到1653件，位置相当靠近那个我们0403今年0403的那个震央余震的分布区。今天的地震跟0403的主震是有关联的啊。那如果它是发生在同一个断层面上来讲，那就是它的余震。根据地动测报中心统计，今年以来规模5到6的地动已经有85件，规模6到7有9件，另外规模比7更较大的目前有1件，就是控诉控山花莲的7.2公斤。专家分析，最近3-4年花莲的地动较侪，主要就是菲律宾海板块要进入去欧亚大陆板块的过程中小 A， 未来要注意花莲外海300公里的琉球海沟型地动。如果一个规模8的地震，它华裔数是每年4公分的话，那它差不多是100年要动一次，从1920到现在已经104年了。今年的那个地震的确是有比较多的那个趋势，因为现在才8月嘛，那这个有可能会打破2022的那个记录。专家认为讲，控诉控山花莲7.2的公震了后，是引起规关的地动尾。今年地动的总数确实是较侪，最近同款有地动尾发生的机会，目前科技也无法度预测地动，民众目前做好防灾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